Hungary。待会我们会有4个拍照的时刻，所以媒体记者朋友，待会呢不用心急哦，我们待会会 3、2、1。哇，也请现场的媒体朋友再次掌声。Hello， 耶，阿里。来，我们再看到右方的 ，Please look at the right hand side。帛琉虽然人口不多，但是呢，它可以拒绝中国以旅游人数来威胁他们。他选择同样是民主的国家台湾来共同合作。那帛琉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，那我非常期待，这一次的旅游泡泡开始之后，有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到帛琉去旅游，了解更多帛琉的文化，也促进更多帛琉跟台湾之间人民的友谊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其实昨天会书的时候，特别提到形容对于中共的压力，他的形容词是说你不应该打你的老婆，为了让他来爱你。那这样形容词，副总统你怎么看？那显然，台湾跟帛琉之间的感情是真爱了。那我们非常肯定哈，我们也非常钦佩帛琉的勇敢，站在世界的价值这一端。那未来呢，我们都应该要共同去追求民主的价值，也共同追求和平，共同追求繁荣，让两国的人民，然后也让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连线能够更加的稳固。他说这一次美国的驻帛琉大使也有来，那会说所谓的区域和平或者是就谈关系是不这样的一个关系。是今天美国驻帛琉的大使有随同惠恕仁总统访问团来到台湾，也会跟台湾的政府进行交流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。因为过去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密切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面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时候，民主的同盟共同追求和平跟繁荣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